若是无法度甲囡仔带向世界，安尼就甲世界带互囡仔。这是平湖结8国中的校长吴幼如的梦想。24年前，伊为屏东到平湖来教册，一路为老师做甲校长。伊发现平湖囡仔拢真有天分，但是外岛无老师要来，所以伊敲900通的电话，邀请到台湾的名人看海到平湖分享教课。像9天民俗技艺团的团长柯真莹，金马影后郭淑琴，还有电影的导演摄影师，甚至是料理的专家等等，拢来到学校，甲师生来分享着因人生的体验。吴幼如努力来翻转着小岛的囡仔的未来，这感人的故事，做回来看。教育到底是要教孩子有移动出去的能力，还是有选择回来的能力？我觉得吉贝的还是有价值的。我希望邀请一些不太一样的老师，陪伴不同的孩子。他们要教给我们的东西，跟平常我们上课是不一样。谢谢他的勇敢，让我们义无反顾地跟着他一起往前冲。吹沙阿甲，吉北高中全校21个学生，头一摆提及考古，因感觉真兴奋又搁真新奇。只是吹到的机械真特别，是倒数顶悬定定看到一本书。我们要先挖，然后再把是挖到这个表层之后，再把它拿起来刷一刷。就他们很可爱，挖一半就是9年级就说根本都是垃圾啊，塑胶。就是未来如果我真的要考古，我考不到真的遗骸或古物，就是真的都是垃圾了。为了让囡仔难得的体验，校长吴育如专工邀请环保教育团体打造独一无二海洋保育课。虽然不是家己来教课，也过以有缘尽量去陪伴学生。描绘的这些骨骼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生物的骨骼呢？拼这边。哦，吕元婷啊！你们从什么时间？4个人过来这边。那我们放2生物重要的枝干之后，它会有毛，有骨盆，有大腿。其实是现在还不能跟他们讲，最后会带他们去海边，让他们真实去海边捡这个化石。它翅膀比较肿，所以是在空中。对，然后它在空中，然后嘴巴比较大。哦，请再重复一次它的名字。嘟嘟一龙。嘟嘟一龙，好。嘟嘟一龙。那你可以表演一段它喷火并且火烤东西吃的画面吗？可以。好的，谢谢你精彩的表演。吉贝屿全岛面积是3.1平方公里，而岛上唯一的吉贝国中四周被海岸和沙滩包围。这天，全校21个学生跟着环保团体的脚步，来到他们熟悉的海边，利用考古新技能发掘海洋环境的危机。我捡到了一个宝矿瓶的那个瓶盖。我学到，其实吉贝垃圾真的蛮多的。捡到海龟的那个头，有点吓到，因为是被网子缠死的。这节环境课程的讲师董彩玲，也是风景的摄影师。2011年，伊来到平湖工作的时阵，参与当阵7米国中校长吴育如来熟悉，两个人理念是真搭吧。校长从那个时候认识我，然后就邀请我去学校，透过一些摄影的课程，去带着小朋友去看到自己故乡的美好，而且看他在学校的那种发酵，就是我觉得有他在的地方，
同学的笑容真的不一样。因为考古这个学问应该在我们国中的科目或领域里面比较少遇见，它就是要做一个这种反讽的一个体验，这样子10年、20年去看，环境一直改变，那会是你们要生长的地方吗？你可能已经没办法从海洋里面获得渔业资源，你可能都是垃圾。那有没有可能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愿意做一些努力改变，用真诚的付出换到殊胜的真心？来自屏东的吴玉珠，1999年开始以离岛教学的生涯。24岁，伊来到澎湖上南边的七美来做老师，以外为囡仔带来无同款的生命体验。我就会希望邀请一些特质也不太一样，就跟我这种我们体制内老师不太一样的老师，陪伴不同的孩子，或许在不同的孩子身上，他可以获益。想要为囡仔拍开走向世界的窗仔门，吴玉珠邀请各界出名的专家来分享，阵容包括金马影后郭淑琴、九天民俗技艺团的团长柯真莹。电影制器的导演张碧水，也有料理的专家。18年之间，吴玉珠伫咧七美结婚定根，以教育的信念嘛继续来发扬。我很不喜欢讲偏乡跟离岛，就这对孩子他自我的信念建构很重要。交通移动一定是可能先天上的限制，保留了小岛每一个小岛的个殊性。那个殊性未来就是将来孩子自己最独特的地方。然后第3个那个场地谁负责场地的？2011年，电影顶头当时行。吴玉珠决定替七美的囡仔邀请9天民俗技艺团打造战歌队。音乐老师、肢体老师、表演艺术老师就慢慢进驻。那时候老师是很辛苦，他要从台中飞到马公，马公再转飞机到七美，然后可能就是来陪一个周末、一个晚上，登上花火节开幕表演舞台。然后桃园灯会我们也有去表演，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奇幻旅程。教学的卡者包括七美、澎湖的本岛甲吉贝。吴玉珠上届思念当初时七美国中战歌队一场囡仔，这多年来伊嘛一直问伊家己，一场改变囡仔的行动，是不是真正有影响到学生的人生？要去思考我们自己的教育政策或是做法。到底是帮助孩子是一个推力，还是一个阻力，让他回到故乡？从马公到七美的航程至少1个小时，受到交通的限制，外界的艺文展览体验对七美孩子来说非常遥远。而吴益如校长任职七美国中期间，就立志把世界带到孩子的眼前。采访团队联络到七美战歌队毕业的学生啊，小招搁倒来8年前的母校。如今23岁李成燕是当年战歌队的成员。采访一天，伊含对一届学子柯香林，伫咧七美国中斗3天之下，互劝国6党的战果中见天日。怀念的感觉，还蛮新的，声音还是亮的，声音还很亮。你是打这边还是打那边？是打这边。那不然你打那边？等下等。你打看就知道，你打看就知道。想加入战鼓队的原因很单纯，就是我觉得会打鼓的女生很帅。那个参加那个正头电影，就觉得很新奇，就是很棒这样。就是刚好他们又是直接授权来我们七美要教战鼓，就一定要加入这样子。出社会了后，李成燕接手被喜爱家业，结合社群的直播，变成是七美渔村的期待。拍过一段经历，到今犹原是鼓励伊奋斗的力量。会被小时候的自己去感动到，有时候自己长大工作上不顺利，看一些影片，这个是小时候的我表演那么好看，那你就会
突然的就又有力量，又有那个心情，明天我要再努力一点。对，是很跑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吗？可能要想一下。一样的反应。24岁柯文宝是柯雄人共班的同学，嘛是练过的好战友，即摆伫咧七美国小来教册。伊的自信嘛是伫咧国中这段时期豆豆的累积。对于要上台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非常害羞。但是因为既然加入战鼓队，就表演比赛的机会相当的多，然后就慢慢接受表现这件事情。校长在表演啊，或是比赛啊，尖叫、掌声最大声的永远都是他。咚嘎咚嘎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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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速度。好，我慢一点。每一次我们练习，他都会到场，然后打到手都长茧。他看到，然后他就会这样摸我们的手，说：“就是我们辛苦了。”他觉得很舍不得这样。奇美要读高中、出社会都要去到台湾，去到这种大都市的地方。那我们这种小地方，你去一定会比较没有自信。那你自从打鼓这一路以来，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跟人物，个性会变得比较开朗。他比较熟一点，对，他比较熟。为着这撮回忆旅行的灵魂人物，因参校长透过网络来见面。嗨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校长。8年无看，校长总算阁看到这点挂念的学生啊。我刚刚在办公啊，然后就记者传影片给我，就赶快传给师长，我说好感动啊！你要谢谢你们那时候勇敢努力的事情。你们刚刚又打战鼓，有什么感觉啊？我等一下记者会问我们，我们那个等记者播出，校长就听得到心得了。因为校长真的都是陪伴在我们旁边，其实是让我们非常的安心的。所以像现在我的学生们，他们只要是对的，我其实都是在旁边陪伴，然后给最大的支持。他们做的教育，以及他们就是要教给我们的东西，跟平常我们上课是不一样的。就是你出社会之后，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？谢谢他不放弃我们，谢谢他陪我们一起圆梦。能当他的学生，我觉得很幸福。校长要拍照，要拍照，我们要合照。1、2、3、4。好。学生的真心话，让吴亦如感觉真温暖，嘛支持伊伫咧教育这条路会用的面对风风雨雨。你问我会不会走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在小岛越来越自在，没有后悔啊。这样，谢谢那时候陪伴在，七美故乡陪伴，讲一讲会想哭，就是谢谢他们愿意选择回到故乡，因为选择回到故乡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20多年来，吴亦如自头到尾拢坚守伊教育的理念。带囡仔展示飞向天际，嘛引领因找到转去厝的勇气。对伊来讲，这场梦想教育的旅行也未结束，嘛希望会用的互较侪学生对未来甲家乡充满信心甲骄傲。